即间新旧厝。阮买一间旧诶厝，阮男朋友参我，伊负责改造隔间，亲像讲，甲灶骹改做困房，也我是负责拆掉旧诶壁纸。前因厝主甲所有诶壁和天棚拢搭壁纸，拆壁纸真费气，毋过嘛真好耍。我介意拆大大地，敢若拆日头晒伤诶皮肤安尼。毋知你是毋是会像我安尼得耍？伫转去以前拆愈大地愈好。每个房间伫某一个壁角嘅壁纸下面，拢有一个人名和日期。我真好奇。有一暗，我 Google 其中一个人名，发现迄是失踪诶人。失踪诶日期拄好是壁纸下面诶日期。隔日，我甲所有诶人名和日期列做一个表，确实，每一个名拢是失踪诶人，日期拢合。阮随去报警，因派一组刑警来，我听到其中有人讲，迄是人。人，啥是人？小姐，你为壁顶拆落来诶物件放伫倒？你拆诶这毋是壁纸，